这是牛奶，牛奶最好是全脂的啊，不要买脱脂，也不要买那种什么低脂啊，全脂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乳含量比较高，那吃起来化果性会很好。OK。然后煮的时候那个火啊，最好是不要超过你的锅，对，不要超过你的那个液体的范围里面。如果超过的话，很容易烧焦。老师这样子，加温大概要加到几度？要滚吗？不太需要啦。其实你要滚也是 OK， 但是不太需要，差不多80、90度就可以了。超过60度，我们就会手就会起水泡。巧克力也是哦，超过这个温度哦，它就会破坏它的结构。虽然它还是可以吃，可是它放的时间就不久，因为它已经受伤了。那还有啊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天气像台湾很热嘛，像外面温度有时候甚至高到38.5度哦。那我们如果在家里面做这个巧克力的话，是不是我们要放到冰箱去呢？如果放冰箱的话，我就建议放冷冻，不要放冷藏。因为放冷藏的话，它会结一层露在上面。我讲的露就是像早上的朝露一样，就一点一点白白的，那个水汽啊是去不掉的，而且它会黏。你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，它反而不会。好，所以观众朋友呢，如果有多做的哦，或者是说，现在做了，然后想要说，过几天朋友来的时候请朋友的话呢，最好像老师讲的，放到冷冻库去保存。放冷冻库是比较好的。好，现在就已经好，有点滚了就可以了哈。那有点滚了之后，我们就拿过来，我们就把这个牛奶冲到这个巧克力里面。那放的时候啊，先不要急着啊，我们先去让它让它这样平均受热的5到10秒钟。那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啊，它奶油现在融完了，都已经融完了。那你摸摸看，它就是一个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一个温度，就差不多啊，这样就是完成了。而且它看起来它是比较光滑，这样子就是 OK 了哈。那我们就把它，这就是我们的基底吗？对，我们的基底。然后等一下我会把它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去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把它挤出，对，一颗一颗像挤成一颗一颗，对，像松露一样的东西。那我们用完之后啊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却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用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家家户户都有塑料袋，所以你很容易拿到这个材料。好，但是就是冷了之后才放啊。像刚刚有一点温度的话，我们还是怕会有塑化剂，还是不要把热的放到这个塑胶袋里面。所以要等它冷了哈。然后就把它打个结。为什么要打个结？因为有时候在刚学的时候啊，它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一挤的时候啊，它往两边跑。这个开口比较小，压力会比较大；这个压力会比较小，它会往这边跑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整个手是黏的，到处都是。打开结之后，它就跑不了了，它只能往前冲。那我们就把它剪个洞。那有2个方式，一个是用挖的，那我现在这里是用挤的，我觉得挤的话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把它挤到这个巧克力粉里面了哈。这个叫防潮可可粉。我们一般的可可粉跟防潮可可粉的差别在于说，它是100%的一个可可的原料下去压制，然后制成粉。因为它里面有可可脂的含量，所以它可可脂是油性，所以它不溶于水，比较不溶于水。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可可粉的话，它就会把可可脂给抽出来。那可可脂能做什么？高级的口红啊，还有我们的白巧克力啊，都会用到。那所以我们要买的时候要买那个防潮可可粉。差别是在这里。用这个挤的好处就在于说，我可以控制大小，可以小一点，看要多大都可以。真正好吃的巧克力哦，老师，我常常到世界各地去买巧克力的时候，我发现有时候光一颗巧克力就这样子一个松露的大概都要3到5块美金。对，是的，就一口而已一进去就是在台湾我们可以买2个便当。因为懂得吃的越来越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拿我们需要的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因为松露啊，它是不规则状，它是长在地底下的。
哦，所以它叫松露的原因，并不是说它真正里面放了松露，当然你也可以放啦。对。但是就是说，它基本上来讲，就是说它的外形上面呢，不是说像我们滚那个荤糜啦，不是像汤圆一样或者元宵一样搓得圆圆的。我刚才想说，我要不要帮忙搓一下？我还蛮会搓汤圆的。老师说 no， 松露就是要一颗一颗有一点不规则的样子，有点不规则的样子，因为长在泥土里面，它本身就不规则。而且松露它本身它没有根啊，它本身并不会从土里面吸取养分，所以它要跟橡树结合。我只知道松露的话都是这个野猪，对不对？去找啊。对，野猪去找，对。那现在用狗去找比较多，因为野猪的话，它一看到它就马上吃掉，已经把它吃掉。所以那个拿野猪去找松露的猎人啊，他们都会拿很多苹果，为什么？把它喂饱了再说。不是，他一发现松露的时候，赶快把苹果丢进去。他都吃苹果的时候，他就赶快去把松露挖起来。然后做完之后啊，再撒一点可可粉在上面，我怕它会那个对，才会潮湿，对。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从这个冰箱拿出来啊，还是容易会有一些水汽哦。对，你要做很多也可以，但今天是示范嘛，所以说我做一点点，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来做装饰方面的东西。老师，你在煮这个巧克力的时候，我们要隔水哈，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在直火上面直接烧这个巧克力。对，不行，如果直接在巧克力上面烧的话，它第一个它会受伤，就跟人一样，它会受伤。其实它不会讲话而已。如果会讲话的话，他会讲说我碰吧，他听得懂我碰吧，碰吧的意思就是说起水泡了。起水泡了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今天呢，非常经典的部分哦。那这个玫瑰花尽量到朋友家自己种的，或者是说埔里农会有卖那个3型玫瑰，它是属于香水玫瑰的一种，它非常香，有荔枝的香味。我们先挤一个在中间，然后把它固定住。所以老师这个好特别哦，我都想说，就把它撒上去嘛，非常的浪漫了。还是要有一点小伎俩让它立起来，看起来更有精神。老师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把整朵玫瑰花就立在上面就好了？因为我中间等一下要放这个。原来如此。等一下把它放到里面，就把它放到。好特别呀！像这个花瓣呢，它也不一定要3瓣或几瓣，就看你自己本身想要让它呈现出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出来。观众朋友有没有看清楚老师怎么把那个花瓣立起来的？刚刚呢融的这个巧克力当成像粘着剂一样把花瓣呢立起来。对。其实私底下我也问老师是不是很会画画？老师说他不会。我说怎么可能？因为这些应该都要有一些绘画的底子嘛。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会画画，可是我很想要学画画，天分。所以老师去学画画应该会很快哦。因为这个花呢，看似很简单啦，但是我觉得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，因为你在哪一个点上要让它交错，它的层次呢会比较有立体感，还有前后的感觉。这个是我在画画上面呢，其实一直很想突破的，因为那个就是透视了。真的，他真的是讲对了，这个真的是角度的问题，就真的差很多。差很多啊，对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巧克力就有一点硬掉了就可以把它移走了，是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请下来了。对。然后排在我们想要让它在的地方对的。
我看到这个镊子其实也很特别，是牙科医生专用的吧。真的耶啊，真的哦，真的是牙科医师专用的，看起来似曾相识。真的是牙科医师专用的，没错。哦，老师故意找了一片这样子的一个小树枝的感觉哦，就感觉这个花呢，其实就是从那个树枝上面长出来的。对，老师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没有错。最后还是跟大自然合而为一哦。对。我就把一些花瓣，然后再放上一些然后放上一些水果在上面，对。老师，这几下，这是镜面果胶，那我要把它画成像有点像是露珠一样，露珠的那种。哦，这是镜面果胶，我还不知道镜面果胶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处。我们只知道说，哎，做好像有些 cheese cake， 我们做好烘好之后，把它磨，把它抹在上面，看起来就是比较油亮、比较新鲜。对。哦，没想到它还可以做成像朝露一样哦。对。那感觉就好像一天的美好的开始啊。美好的开始来自松露巧克力。怎么好像听起来很像广告词？广告词。这又是什么？金粉。哇，真正的可以那个黄金哦。对，它是像金箔一样。对。哦，不然就觉得说，这个黑漆麻乌的这个盘子哈，如果给它来一点这个金箔的话呢，感觉呢更有朝气，更像老师讲的阳光哦，这个透过窗纱呢洒进来。